第三眼嘅力量，意志力，就好似你擁有各種能力一樣，例如視覺、手部活動、腿部運動、聆聽同思考。你仲有一種叫做意志力嘅能力。意志力整合咗你所有嘅能力。意志力係連結宇宙嘅靈性。詞倫，要知道，除咗神之外，冇人擁有意志。當我哋話只有神嘅旨意先可以實現嘅時候，其實意味住除咗神之外，冇人擁有意志，只有神先可以擁有意志。如果你擁有意志力，你就同神相連，你係神嘅一部分，你就係神。要知道，意志力係連結神嘅詞倫，我哋同神嘅詞倫連結就係我哋嘅意志力。如果你擁有意志，就冇人可以否認。意志力係你顯化嘅詞倫，意志力係你同薩達希馬、薩達斯華相連嘅詞倫。你與 Brahman 相連，你同宇宙相連。只要你擁有意志力，你就擁有獲得啟蒙嘅權利。意志力就係獲得啟蒙嘅權利。當你擁有開啟寶藏嘅鑰匙，當你擁有開啟寶庫嘅鑰匙，如果你擁有意志，但係唔去享受佢所蘊含嘅寶藏，咁你就係個傻瓜。意志係啟蒙同展現一切力量嘅關鍵，而你又唔去展現佢，咁你就係個傻瓜。唔好浪費你嘅意志，唔好等，就算你唔用佢，佢都會永遠同你同在。唔好以為就算你唔用佢，佢都會永遠同你同在。唔好將你嘅意志當係理所當然。當你擁有佢嗰陣，最好好好利用佢；當你擁有佢嗰陣，最好好好利用佢。Anya 係現在式，我話你知。一旦你理解咗意志嘅科學，你就可以展現出咁多嘅事物、咁多嘅秩序、咁多嘅愛、咁多嘅生命力。請聽我講，薩達舒華正等緊你哋每個人展現他嘅力量，因為你哋越多咁展現他嘅力量，地球上就會有越多嘅喜悅。你哋越多展現薩達舒華嘅力量，生命中就會有越多嘅幸福。你哋越多展現佢嘅力量，世界就會有越多嘅意識。所以呢個係你可以為自己做嘅最好嘅事，亦係你可以為其他人做嘅最好嘅事。